种释怀的感觉哦。好听吗？很有气质哦，守卫传统里还是很有气质呢。好，然后有一首歌我写给我们部落的年轻人，就是很多人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还是读书，总是会想家的。然后写的这首歌是安慰自己的朋友啊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样的情况？这首歌叫《路在哪里》，献给各位。I